接下来我哋要看嘅係雅士希發電。26年前，農委會是傳入國外嘅雅士希發電系統，同主農天數利用竹絲豚尿發嚟產生嘅雅士希來發電。唔過佢當時冇注意到雅士希度嘅硫化氫要經過脫硫處理，冇引進冷卻壓度會有上路嘅問題。裡面主廠雅士希發電機價格都冇提用嘅。一陣咪經濟部能研究再個提出獎勵設置大型雅士希發電中心嘅示範計劃，將學合租嘅泰國、丹麥睇合租嘅專機來設置雅士希發電廠。唔過台灣合租廠太細呢，應用嚟有效嘅使用竹絲豚尿係會克服嘅問題。然後這台是沼氣發電機，那我們平常會用這一台是救命的。清楚楚地了解自家岸嘅發電設備，正用電公道後難補辦。現在大家都在講節能減碳嘛，我是覺得沼氣發電啊，應該在國外是一個很成熟的技術啦。然後恰好也屏東縣政府就是要來發展這個沼氣發電，有給我們一個補助。然後我說趁這個機會我們來做做看。同一般柴油發電機冇共用，正用電用嘅發電機係燒雅士希嘅，雅士希都係對合租廠來嘅。這個原本是沒有火星塞，那這個就把它改裝成火星塞，然後沼氣從這邊進來。其實用竹絲嘅雅士希來發電嘅道理會簡單，竹絲豚尿經過破氣、氧溶消化，產生甲烷。熟悉起來，個送入發電機手，都是在發電的。早喺20年前，台灣都開始推行用雅士希發電。佢當時政府也補助幾多合租戶按發電設備。唔過冇到1年，雅士希發電機一早就壞棄，裡面合租戶價格都唔肯，這個事前還傳到來愛。因為沒有考慮到硫化氫，所以一般的發電機大概用不到1年。引擎裡面都腐蝕得差不多了，所以當時所有的養豬戶只要有做沼氣發電的，大部分都是因為這個問題。除係雅士希當中嘅硫化氫和發電嘅得，唔過引進冷卻壓度會上路。脫硫除係硫化氫嘅技術，都係我國畜牧廠要利用雅士希發電遇到嘅大問題。農場有4個辦案法。有個2400條組位嘅陳用電，3年前陸市嘅200萬元來按水洗家用發電的脫硫發電系統，唔過現陣脫硫效率大概嘅搶20%，故所擁有一倉嘅都愛洗愛換，有搭竹絲雅士希度烘嘅甲烷比例唔高，故所發電嘅功效價格都冇一般。因為沼氣發電機因為牽涉到它裡面甲烷的含量，一般畜牧用的沼氣，它裡面的甲烷含量大約在50%到60%，所以說它的熱值相對而言沒有那麼高，所以一般我們在計算的時候，你假如是以100千瓦的發電機，它的實際負載，你把它最多你給它保守一點，是達到差不多50%。多年來，都有好多人研究出世界第一的生物脫硫系統。雅士希通過生物力場，硫化氫氧化做硫磺，讓到生物力場後，脫硫率高達95%個價。還沒有處理的沼氣從下面進，從上面出。之後，這個硫化氫沼氣裡面硫化氫通過這裡面之後，這裡面的微生物處理。那裡面的微生物會把硫化氫變成硫磺。唔過對陳用電嘅合租廠來講，就算而嘅發電設備像一般嘅發電功效，每整年也還上得到一般國家嘅電料。第一個省電，它可以取代我們現在豬場大概60%到70%的電力。然後第二個是，如果停電的時候，它很好用啊。如果台電不小心停電了，或者颱風來的時候，它沼氣還是照常有啊。陳用電按算青島3年，一套雅士希發電設備嘅本錢都數會賺，下一擺賣電嘅錢就係伊嘅退休金。2、3年就可以回收了啦，而且它可以用超過20年，所以我把它當成退休金再存。
打算我退休的时候，那个下一个执行长来养，我就负责收店钱就好了。就给为上万条猪位嘅猪农苏平韩国活动，去年是嘅上千班开全新嘅养养池，还用新型嘅生活脱硫系统，是得处理万多吨嘅猪屎囤尿。苏平安算安内发天气，每整年有猪场上得到22万嘅天料。我现在在做，有很多同业已经来看，他们也是在看看我们这个做的以后成效是怎么样。成效好那有啊，搞不好我们以后养猪，猪没有赚钱，可能会赚到这个猪大便。也因为安尼，有猪业一定到嘅屏东县，喺2011年底，也全国第一个强制规定新开嘅育猪场都要按24期发天赛事。我们在新设的法条上说，你一定要用早期发电，新设的部分呢，否则的话你不符合这个时代标准的话，你排放出来，我们环境受不了。其实喺欧洲、中国也都为所都非常重视24期发电，尤其丹麦也就猪肉输出泰国。2010年24期发电都占了丹麦总发电量嘅13%。成立一个所谓的早期合作社，就是农民也是他的股东，在提供粪尿水出来，然后地方电力公司、投顾公司、食品厂这样子进来组合。那组合之后，他就发了电之后，他们就是扣除成本之后就可以售电。2000万条猪位唔单止为丹麦带来农产外销收入，还是在稳定提供国内用电。我国能源局今年也持续推动设置大型育猪释放24期发电中心。我们希望是整个区域式的它去处理，但是基本上一个养猪场要有一定的规模，比如说1万头，或者说这个区域有几个养猪场，它可以联合起来一起去收集，一起去发电。不过好早年底，丹麦采取10种大型化的24期工厂，能有效提供足够的电力。国内要发展24期发电，先要克服的就是是囤尿的10种运输问题。不少南北除了用车转期，一般前高条的育猪场生产的天将拉起家的育猪场来用。如果要成为区域性的这个供电系统，应该我比较建议是类似专业区、畜牧专业区，这个量比较大，因为你量大，供气的量应该会比较稳定一点。就算生产的天抢拉起家用，还是希望有更多人来做会更好。做研究，利用猪位的饲料来做24期发电，以全台湾600万条猪位来算。理论上，当年是得减少600万吨的碳排放量，还是得供应1亿4000万磅国家的电力。係用一個家庭討論一年用電量4200磅來講，差唔多係33000個家庭一年嘅用電量。南北係是得有效嘅囤豬屎也都變黃金，對台灣再生能源嘅貢獻會增大。